琪琪，琪琪，你上来，我有话跟你说。琪琪，你上来。随风散去，留下我在原地。当我回过神，你在哪里？空荡的黑夜里，无处寻觅。那夜你的呼吸起伏在风里，相信我会记得，不忘记。轻轻你的香气，飞散无声息，转眼消失了痕迹。那夜气息再遥不可及，空荡的我在哪里？美好的梦会苏醒，现实又只是梦境。上，快自己上去，快死了！周易，我说你这个臭木头，你是不是疯啊？我干嘛呢？你这是？我发现，我心里面想的全是你。没有你的女神了？晨曦说的对，她只是我幻想的一个人，她不是我想找的人。真的？真的。哎，对了，这么长时间，我还不知道你姓什么呢。问这个干嘛呀？那我总不能一辈子叫你琪琪吧？我姓杜。杜渠。不要念出来，讨厌。你看，我都把你救上来了，那你背我转一圈吧。为什么呀？石头剪刀布，好不好？好。好。那也要你背我看。接受琪琪对于周易来说，就意味着接受了自己的不完美，和接受了他人的不完美，用平和放松的心态，更和善地对待人生。琪琪也会受到周易的影响，更懂得克制和努力的。怎么了？是不是有什么心事啊？没有啊。啊，马上就要走了，有什么感受吗？记者啊。再放一下。其实刚进公司那会儿，挺恐慌的，看着身边的人一个个的都因为执着的人格而陷入困境，又因为他们有勇气面对真实的自己而走出困境，给了我很大的信心，也给了我很大的鼓励。所以我觉得我应该去帮助更多的人。真好，我为你骄傲。谢谢你啊，刘明。说什么？谢来谢去的，应该是我谢你才对吧？谢我什么？谢你让我看清楚了我自己啊！这么多天，我做了很多不该做的事，伤害到了你，对不起。还有你，对不起。啊，没事没事，真的没事。我自动回避一下啊。这回不会犯傻了吧？我远去不能再靠近，我愿伸出葡萄，把酒杯高举，只不息的你，只不息的心，请让我把它引进，不安转过去就是欢喜，我会坚强，不会说放弃。我情远远飘去，仍不动的心，不安静，迟迟去寻。风在云边聚集，年轻而无息。我走了，再见。
在这3个月里，我看到了9种人，他们各自的魅力与智慧，同时也看到了他们各自的偏执与画地为牢。我觉得这就是因为人的恐惧与欲望构筑观念，观念可以演变成盲目的狂热，带他们走向困境。但是人往往又在困境中学会成长。如果1型可以接受不完美，2型可以无私的去爱，3型可以诚实的接受自己，4型可以珍惜现在，5型可以走入人群，6型可以相信自己，7型学会承受，8型卸下自己的伪装，9型重视自己的话。我想也许这一切就不会那么悲观了。除了一些个人的隐私之外，关于这些人的观察记录我都写在这儿了。如果您还需要更多的资料的话，我想过2天小贾会转交给你的。好，那就先到这里吧，谢谢你。谢我，这些可都是我们安排好了的。那我也谢谢你，谢谢你给我一次让我可以重新认识自我的机会。啊，真是个标准的5星。与你们可是不敢相提并论的。阿飞，你好点了吗？哦，又来了。哎，你别起来了。没事没事。啊，谢谢。对了，我给你带了骨头汤，你这样喝了会好得快一点。对不起啊，悠悠。没关系，其实不只是你的错。我跟易老师聊过了，他说的没错，你当时接近我，不完全是因为喜欢我，更多的是寻找安慰，排解你和他感情的不如意吧。悠悠，你别这样想，其实我不是故意的。你是个好姑娘。你放心，我不是自轻自贱。可是我以前是，你接近我的时候，我是能感觉到的。而且我对你也不是什么轰轰烈烈的爱，只是很有好感。那时候我总是不敢拒绝，而且我觉得像你这样有魅力的人居然会喜欢我，我是不该拒绝的。所以最后才会有那样的结果。其实这件事我们2个都有错。其实上午小叶来过了，她很生气，她还骂了我。我以前就是这样子，你也知道，像她那种女孩看起来很冷的女孩子，我觉得如果她能对我动心，也是对我魅力的一种证明。直到现在我才明白，可能也是因为这样的原因，我才一直抓着她不放。直到她拒绝我的时候，我觉得我什么都没有了，所以才会对你做出那种难的事。对不起。没关系啦，都过去了。对了，这是送给你的，它叫自由。我觉得只要有勇气面对自己的问题，肯定能改变自己，获得自由的。挺帅的，跟我挺像，谢谢啊。不客气。你不会记恨我吧？怎么会呢？其实我知道你是个好人，只是在伤心的时候做错了事而已。我相信我们以后一定会更好的。不要。喜欢吗？我在这儿奋斗了10年，到今天为止，我居然没有去想我失去过什么。原来我得到的远远比我失去的东西要珍贵，因为那是谁也抢不走的。